对不起啊，只顾着自己挑，都没问你想要什么。哎，都挺好看的，不关你的事儿，快挑吧。这样吧，你挑一个，我送给你。这个就挺适合你的，就这个了，我买给你。这么大方，必须的。那我可不客气了。什么？我明明放这儿了，你怎么能让别人买走呢？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也没太多留意，而且您之前也没有交代说要买，所以我不管，我今天就是要买那条白裙子。算了吧，那个人应该还没走远，是什么人买走了我那条裙子的？是个男人，男的，是不是高高瘦瘦大长腿？是又高又瘦，而且看着还有点眼熟，好像之前电视里见过。是的，是的，肯定是他。哎，小姐，您挑的都是本季限量款，请问您还要不要？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雨欢，真的是你吗？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女的怎么倒这儿了呢？不会吧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别多管闲事好了吧？散了散了，哎，是不是应该叫救护车上？怎么都走了？别管，别管。